好閪煩，你哋班人成日過嚟話女仔要點，啊你要又靚又叻，你要出得到廳堂落得到廚房，你要任勞任怨包辦家務，啊你以後仲要結婚生仔喺屋企相夫教子，塊面要細隻眼要大，皮膚又要好，身材咧要 S 型前凸後翹，要螞蟻腰，仲要隻腳又長又直。我想請問下，究竟係邊條法律規定女人一定要咁㗎？隻腳粗啲咧就有人過嚟評頭品足㗎啦。哎呀，其實你各方面都幾好嘅，就係隻腳有啲粗咯。做乜嘢啊？係咪你三隻腳都好幼，所以你見到粗嘅嘢特別興奮啊？我話俾你知，我係點樣嘅，女人就係點樣嘅。只有我自己可以對我鼻哥度啲黑頭唔滿意，其他人關你咩事啊？就好似我 friend 最近好焦慮鼻哥上面嘅黑頭，我就送咗呢個 RNW 嘅鼻貼俾佢。第一次黑頭先3蚊，用起身根本就唔肉赤，其實就係10分鐘就可以解決問題嘅嘢，真係冇必要焦慮。勤力啲定期清理，黑頭就會越嚟越少。人生咧不外乎嗰幾隻字，我想點就點，所以咁多位開開心心先係最重要嘅。